楊主席、各位嘉賓、各位餐飲業嘅朋友，大家好！好高興呢，今日係我第2年代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出席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舉辦嘅活動。舊年呢係啟動儀式暨研討會，今年呢就係呢個嘉許典禮暨研討會嘅。據我所知呢，為期18個月嘅餐飲業碳中和計劃係透過建立一站式資訊平台，成立餐飲業碳中和聯盟，舉行碳先鋒標籤嘉許計劃、研討會、工作坊以及導賞團等，向餐飲業持份者推廣碳中和嘅重要性同埋相關嘅知識，並且提升餐飲業持份者響實現碳中和目標嘅意識。呢個計劃成功提升咗餐飲業以至整個社會對碳中和重要性嘅認識。目前已經係有700多家行業相關者加入咗聯盟，250多家餐飲機構被評為碳先鋒，750多家業內人士、公眾接受咗相關嘅培訓，共同推動咗實現碳中和嘅行動。呢個正係配合本基金嘅目標，以提高公眾身體力行，實踐綠色生活。基金會希望係透過鼓勵各方持續行動，積極參與配合政策嘅項目同埋活動，達成碳中和等有助促進香港環境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嘅。最後，我係要多謝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舉辦、生產力促進局嘅協辦，同埋多個團體支持同埋贊助今次嘅活動嘅。你哋嘅努力同埋精心策劃，使到計劃得以成功舉行同埋取到豐盛嘅成果。我亦都係要感謝大家踴躍支持同埋積極參與，希望大家都能夠提高對碳中和嘅認識，實踐低碳生活。最後係祝大家日日是好日，香港天天都有晴天。多謝各位。